地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贡欲去故说之细也。子曰：日也，尔爱其养，我爱其礼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谄也。公定问，定公问，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吾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爱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与宰我，对曰：夏后氏以生，殷人以国。周人以立，曰：使不战力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无咎。子曰：管仲之气小哉！或曰：管仲解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解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当君术射门，管氏亦术射门。当君为两军之好，有反殿；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子欲鲁太史之曰：曰：乐其可知也，始作细如也，动之，纯如也，矫如也，亦如也，以成。仪封人省县，曰：君子之志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众者献之，呼曰：二三子，何患于上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子谓韶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武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君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论语八佾第三。孔子谓季氏：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三家以雍彻。子曰：相为毕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临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民俭；商，与其义也，民戚。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王也。季氏语于泰山。子谓冉由曰：如夫能就鱼？对曰：不能。子曰：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乎？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揖让而生，下而应，其争也君子。至下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度以为循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惠氏后度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时可与言师已矣。子曰：下礼，吾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读
则无能争之矣。子曰：帝自既冠而亡者，吾不欲冠之矣。或尔问帝之说。子曰：不知也。知其所者之于天下矣，其如是诸师乎？长子其长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欲祭，如不祭。王孙贾问曰：与其媚于傲，宁媚于躁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子曰：周见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孰谓周人之子之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子闻之曰：是礼也。子曰：射不主皮，未立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子贡欲去故朔之细阳。子曰：是也。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常也。鼎公问：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子曰：关雎，乐而不淫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宗，殷人以伯，周人以栗。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！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氏有三规，官事不赦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树射门，管氏以树射门。邦君为两军之号，有反殿，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何之礼？汝不知。子曰：子欲为师乐。曰：其可知也。可系如也。纯如也。亦如也。臣。你要死了。人秉宪。曰：君自于斯也。黄领任，请您关麦克风哦。那你俩也嘛陪你做呀？对。俩你麦克风关一下。那后学句句。其风人请宪，君子之自于师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众者献之。出曰：二三子，何患于上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帛。子谓韶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子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子曰：居上不宽，为礼不信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风颂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正好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。
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中原显化在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十年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志得西来白羊子，将儿点点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当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行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究竟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不皆地神阿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顶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不入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折起照其真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化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到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打针严重，谈下到台大长经，因而差语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黄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解
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10叩，1叩、2叩、3叩、4叩、5叩、6叩、7叩、8叩、9叩，10叩首。拜降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姓女赵朝明，姓女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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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前贤，那今天导读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智雅前贤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以及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哦。晚安。晚安，感恩前贤姐姐，组长，再见，明芳组长晚安。组长晚安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林天进前贤晚安，前贤们晚安。黄前贤晚安，